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3月1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2节。出来及记30章第1节到第10节。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5章的第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退休。今仔日我的背景无共款啦吼。我已经解除这个自主隔离吼。我今日来到伫英国教会来遮用这个无共款的背景，甲大家三角分享吼。咱伫路德记的故事记载中间，咱看到一个真特别的名词出现，就是讲一个退宿者，也是买宿者吼。kinsman 吼。对拿俄米甲这个路德，因这个咱看见这个拿俄米甲路德，因对这个流亡的所在摩押，倒转来到伫这个犹太地的时阵，咱看见拿俄米伊一直想要来替这个少年的路德来找对象吼。就着伫属伫波阿斯的这个田内底，咧捡这个麦穗的时阵，波阿斯嘛看见这个路德，嘛听见伊的故事，伊也对这个路德真有好感。但是当因在对话咧交往的这个中间，波阿斯有讲伊真意爱会通做这个帮忙的代志。但是伫遮有出现一个字，叫做迄个买赎权也是讲咱咧讲退宿的这个权利，有别个人吼。所以对于整个的路德记的故事中间，其实迄中心点就是这个退宿的概念，需要一笔大笔的金钱来买这个被赎的这个人的产业，互因通得到安息吼。亲像拿俄米甲路德共款，因对外面转来，因若准无有即个产业的出卖的时阵，因就无法度伫遐过好的生活吼。但是即个退宿，也是讲即个买赎权有先后的次序，咱讲 priority 吼。咱会看到讲优先权的人无愿意承接迄个损失，也是讲无愿意来牺牲的时，伊就放弃啊。所以波阿斯就承接这个退宿权，而且咱注意看，波阿斯毋是这个得到这个退宿权尔，伊不但安尼，伊愿意付钱来买这产业，佫愿意来带路德，嘛安尼佫将这个产业有可能带路德过来了，所生的囝会当继承伊的产业，等于伊开钱解决人的问题，这个产业佫归属伫对方的吼，所以伊等于完全是损失啦吼。所以伫波阿斯的角度来看去，咱看到迄个退宿的概念伫遮，伊愿意，所以伊对讲起来，伊是当价所买来的这个概念，嘛是伫遮出现啦吼。路德正式成做这个耶稣族系的祖先，也成做上帝赏赐互世间人救恩的一个真重要的人物啦吼。退宿是必须爱付出代价，而且佫无求回报，无求家己的利益。咱头前讲迄路德的第一个优先权的这个，伊就无爱有损失嘛吼。这好那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迄个爱的诗篇中间所提到的，听是永远的，是有忍耐的，是有温慈的，是永远袂煞，佫无求家己的利益，敢若求别人的利益。上帝疼世间人，就亲像安尼，因为伊无惜这个重价来找见伊的独生囝来到这个世界。伊这个独生囝为着世间人的罪来献祭，这就是这个真重的这个价钱。而且所得到的这个人，借着耶稣基督所献祭的退休，通得到自由。
通好得到迄个永远活的活命。好，那亲像咱伫即个出埃及记所看到的即个讲到献祭即个祭坛共款，伫迄个建筑的形式规模看起来是非常的重要，伫表面上啦吼。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献祭的重点。献祭的重点是亲像伫第10节所讲的，每年一摆，亚伦爱行洁净的礼，用褪色的精鲜的火压伫即个坛的四边凸出来的角，世世代代拢要行即个礼，一直到完全圣化奉献我的上主吼。所以咱会当看见讲，即内底讲到一个用褪色的精鲜的火。这个是咧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咱看见以色列人伫这个献祭的形式顶悬，因一年一摆安尼来举行，到落尾就失去迄个真正献祭这个赎回的这个意义，所以因离开了，搁再犯罪，犯罪了，搁再来献祭，心中无真正迄种悔改的心志。因袂记即遐退休牺牲的价值，耶稣基督的退休是足重的价值，所以因为安尼，上帝差派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成做咱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伊家己嘛经历咱人所经历遐试探，并且伊赢过即个试探，伊也甲咱讲，咱着爱靠伊，亲像伊安尼就会当得胜，因为伊是慈爱甲稳定的上帝。是咱及时的帮衬，伊是上帝所差遣的，毋是人所选出来，是上帝所指定替人来侍奉上帝，并且亲自成做这个祭品，来讲牺牲品，亲像咱伫出来及记所看，伊的血就留伫这个祭坛顶悬，为着世间人的罪，成做迄个退缩。为着的目的，就是要来拯救人脱离迄个罪的困绑。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到20节来讲，敢毋知恁的身躯是圣神的殿吗？这个圣神是对上帝来住伫恁的内面，并且恁毋是家己的人。20节讲，因为恁是同价买来，所以就爱伫恁的心上来荣耀上帝。咱是耶稣基督所同价买来，那安尼咱应该安怎做？追求伊的救恩以外，搁来呢？咱要爱怎样才会当甲咱所得到的救恩来相拄称呢？咱来看路德，伊全然来顺服上帝的旨意。毋但安尼，伊嘛甲拿俄米讲：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伊要全然来顺服，全然来跟对。当然，要去邀请咱的思想，基督徒要爱安怎才会当表现出即种得到退休的性命呢？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3月1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到12节，出埃及记30章第1到第10节，希伯来书第4章第14节到第5章的第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代赎。我们先从今天没有读的经文，就是路得记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的出现这个就是所谓的买赎者，或是买赎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kinsman 当拿俄米和路得他们从这个逃亡的地点摩押回到犹太的时候，拿俄米一直要为这个年轻的媳妇路得找对象。那路得在属于波阿斯的这个田里，这个捡拾这个麦穗的时候呢，被波阿斯看到了他。那波阿斯对他也好奇，也去问了，听到路得的故事，他有深受感动那对路得也有了好感，但是他却不是拥有这个优先的买赎权的人。那从这个路得的故事里面，我们了解了这个买赎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要付一大笔钱去买这个孤儿寡妇的这个田产
为了是要帮助这个家庭。那现在问题是这样子，他们家有寡妇，年轻的寡妇，这个买赎权的人，在犹太的法律来讲，他不但要买田产，还要娶寡妇。那我们就从路德记的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第一优先权的这个亲戚呢，圣经里面连提他的名字都不愿意提啊。为什么？因为他放弃了他为什么放弃？因为他说，我用钱买你的田产来帮助你这个家庭，我娶你家的寡妇万一你这个寡妇，我娶她之后又生了孩子我的田产又归属你的孩子，我就什么都损失了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他就放弃了。听起来有没有一点像这个雅各的哥哥，他放弃了他的长子的名分呢？好，那回到我们看到波阿斯，他已经承继了这个买赎权之后呢，他并且愿意不但愿意花一大笔钱，也愿意娶路德即便他将来所买的这个田产还要归给路德将来生的孩子，他也愿意。这在跟我们表达一个重价买来或是重价赎回的一个概念。路德也成为耶稣基督这个族系里面的祖先因为这样子，上帝也让他成为他赐下救恩的计划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那我们看到这个代赎的概念代赎的概念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不但要付出代价，而且不求回报，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很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爱的诗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教导一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止息，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上帝是爱这个世界的人，约翰福音讲的那因此他就不惜这个重价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世人的罪而献祭，并且他自己成为了这个献祭的代赎，就是那个牺牲品。就如同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出埃及记的记载一样，我们谈到的这个献祭的祭坛，我们可能会把它的焦点放在那个建筑的形式那个规范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重要你就是要丈量几尺几尺怎样盖，但事实上那不是献祭的重点献祭的重点是记载在第10节里面，第10节的经文这样说道：每一年一次，亚伦要行洁净的礼仪，用赎罪祭生的血洒在这个4个凸起的角上。那世世代代要奉行这样的礼仪，这坛要完全圣化，奉献给我的上主。好，这个地方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赎罪祭的这个生礼，或是代赎的牺牲品。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规定下来，因此以色列人就这样子每一年都在这个地方来献祭，成为这种形式的年复一年的举办，到后来就失去了那种悔改认罪真正的意义。人们一再的犯罪，一再的献祭，来来去去献了祭之后离开，又犯了罪，犯了罪之后又回来献祭求上帝的赦免。在他们的心里面完全没有那种真正的悔改的心智，他们忘记了那些赎罪的牺牲品的代价是要付出代价的，是一个生命的替赎。所以因此我们也看到说，在犹太人这样的这种例行公事之下，上帝认为他们这样子做没有用了，因此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自己就经历了我们人所经历的试探，他在传福音之前所经历的，他并且胜过的试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他就能够得胜。
他常说经上说，因为他是慈爱恩典的上帝，是我们及时的帮助，他是上帝所差遣的，不是人所选出来的，是上帝所指定替人民、替世界上的人来侍奉上帝的，并且亲自成为那个牺牲品，为世人的罪成为代赎，为的就是要拯救人脱离罪的捆绑。哥林多前书第6章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面荣耀上帝。好啦，我们就是要再来思想呢，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买回的、赎回的，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做才能荣耀上帝在我们的身子上面呢？是追求他的救恩，然后还有呢，是怎样的做法让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可以相称呢？我们看看路德，他全然的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也跟拿俄米说：“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他决志要全然的顺服，全然的跟随。今天的基督徒你我们得到了救恩，那我们要怎么样表现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得救赎的生命呢？